要问啊，要问啊，问这个影片中那个穿西装的，中央穿西装的为何人？用那个语音助理来搜寻，先问总督田健治郎，再问台南州长，他不叫州长，好像市营了。节内临平。哦，这样很清楚了。穿西装呢，节内临平。有可能呢，有可能哦。绕境的影片呢，1930年呢，台南庙宇庆典绕境影片呢。